高考透早伫北门二中溪林安宫前，来自北门、客家、将军三区的低收入户甲新疆人士已经客满庙埕。因为后影道社会福利基金会将发送一人3000块的当年慰问金。本身担任人邦董事长的欧普明，每一档拢会回到故乡来关心。会中的议员陈坤和甲前议员欧鼎才以及各区区长陪同，伊强调发送慰问金已经第13档，就是抛砖引玉，呼吁企业拢利用故乡好事做回来。是做社会，用做社会。咱每年伫这个寒人的时阵，就来发放社会救助。咱已经是无停，每年提加这个编这个金额来增加。今年是787万2300个。感谢安尼媒体会当尽量扩大企业界，大家是每年的寒人，大家来邻故乡来帮忙这需要咱救助的人，这是社会伫这个进步科技的社会，应该伫这个文化救助这块，应该要做更较好。呼吁企业界能够以此为例。我们一发放就是10几年了，能够这样认养你的故乡，来帮忙故乡，尤其偏远地方的，我们应该要来关心他、鼓励他、救助他。对于来协助办理当年慰问的前议员欧鼎才，对欧董事长的善行特别表达敬佩。伊的善行伫阮地方得到真温馨的一个感受所以我在这感谢咱的侯普明因兄弟3个兄弟自因是大人宣誓了后，自这南北的股票、甲全球的股票，攞摕出做一个基金会当互社会得到真大的温暖。所以我就愿替伊做，伊出钱我出力啦。后影道基金会除了发送当年慰问金，13档来累计5852万，受益人数高达23000外人次，而且也导致吉兰救助金甲宗教慈善救济等公益。当中今年所捐40万，予北门文山国小儿童福利金，校长嘛亲自到场赠送感谢状，场面温馨。台南新闻军集采访报道。